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亲子教养小学堂。小学阶段是价值观的起点，父母该怎么做？责任感不是天生的，而是一步一步养成的。父母的身教就是孩子最好的课本。不要唱了，这是我的娃娃。不是明明是我先拿到的，不是你们错，不是我的错。听一下，吵来吵去，娃娃会坏掉。要不要想个办法，让你们可以轮流玩？可是我真的很生气。生气可以说，但要学会解决问题。如果自己有错，勇敢说对不起，比一直怪人更厉害。没错，承认错误比推卸责任更勇敢。一句对不起能让关系重新连在一起。不是我弄乱的，为什么要我收？这些积木刚刚你也有玩吧？用过的东西要自己收好。可是好麻烦哦。我知道会觉得累，但收拾就是一种责任。把玩具放回家，下次才找得到。好了，我收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责任感的小小种子。我要先说，不要打断我。等一下，先听妹妹说完，再换你表达。好，那我等她。很好，这就是尊重，在家里记得说小声。在游戏时要学会轮流。尊重和感恩看似小事，却是习惯。我要先说，不要打断我。等一下，先听妹妹说完，再换你表达。好，那我等她。很好，这就是尊重。在家里记得说谢谢，在游戏时要学会轮流。尊重和感恩看似小事，却是习惯。一句谢谢，一次倾听，能让孩子慢慢学会把他人放在心里。做人是什么？责任是什么？责任是勇敢承担。尊重是什么？心里装着他人。小小的行动，一天一天，品格在生活里慢慢养成。今天的3个重点：一、给孩子适龄责任，像收拾玩具超不重。2、承认错误更勇敢，比借口更重要。3、尊重与感，从一句谢谢开始。没错，责任与尊重就是品格的种子。父母的身教是孩子最好的课本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把